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2月16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先开始先来关心，昨7点到7点5分，伫花莲寿丰乡连续发生2起地震，分别是规模5.5加5.1，上大震度拢伫花莲有4级，宜兰台中3级，台北嘛有2级，会当讲是整个北台湾拢有感觉到地震。 感觉摇晃很剧烈，然后摇的时间很久。我在远东里面的3楼。哦，3楼。对。那当时里面的状况就是摇晃的很剧烈，这样。对，那个灯都摇晃的很剧烈。那有没有人有惊吓或什么？大家几乎都是蛮害怕的，然后可是都就是没有慌乱这样子。 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地震发生的时，小吃店的民众拢惊一条，赶紧徛起来。地震真大，台铁嘛赶紧派员检查路线甲电车线，造成22班列车延误，影响2455个人。好佳在全台湾拢无传出伤亡的消息。 另外，来关心对抗武汉肺炎，伫防疫第一线的除了医护人员、检疫人员，其实也个稳将。行政院长苏贞昌伫面册发文，运输的服务人员对即马开始优先购买医疗喙安，一天会当买一个。FB 公告自即马开始，喙安优先互运将。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无论是客运、游览车、计程车，或者是快递，规工拢爱面对真侪乘客。 所以交通部分配医疗水烟一天一片，不过对疫情大家拢真惊，有真侪回国的人驾驶拢歹在。卫生部长陈时中讲，唔是所有回国的人拢有病，互相合作，才能互防疫工作做得更加好。大家要一起合作哈，你让他们都没有路走，那跟他更麻烦啊，大家在外面的时间就更长。这是大家互相帮忙，我们都是人，哦，有可能这病毒会找上这我们。 虽然未产能提升，行政院决定优先予第一线运输服务人员买，会分予各县市交通局、各转入工会或者是监理所，一天一人一片，一片5块。除了国内加强防疫，并经验继续防堵，在4天内北有泰国加新加坡旅游史，而且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头的人，而且医生协助采检。 他们现在的个案是不多，但是如果有医师有怀疑的话，好，那如果有从这边回来的旅客，那可以采检，但是他们采检之后就可以先让他们回家啊，暂时等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先都在家里面。新加坡加泰国的确诊个案继续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继续加强监测，也防堵可能造成的继续传播。 在4天内有2个国家旅游史的，若是有镜头爱自主隔离14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锋面通过影响，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咱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日锋面通过，甲寒流南下，中部以北甲东北部透早开始落雨。早起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是12.1度。气象局嘛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愈暗天气愈寒。明仔开始是大冷的天气形态，尤其明暗到拜二透早是上寒的时阵，可能只有7度。另外嘛，提醒民众伫金门马祖甲西半部地区会出现大雾的情形，要特别注意。 来看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明仔开始，全台湾303间的卫生所卖到卖喙安，同款是健保卡对成分，即天内限制买2个。不过，若是药局较侪都市，就无列入即届支援卖喙安的名单。 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国际上也是有扩散的趋势。台湾目前的疫情是真稳定，维持18确诊个案，第10例个案已经伫咧拜5出院，目前累计2例出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因为7天2个喙安是明仔伫卖制度开始了后，真侪民众也是反映讲真恶买，所以协调各地卫生所，拄16礼拜日开始，全台湾303间卫生所，嘛会加入去来卖防疫喙安的部分。每个地方的卫生所。 他可能工作的业务量，大家就也不见得都完全一样，所以昨天我才跟卫生局，相关讲，就是说，那不要太过于勉强，因为地方的事务，地方卫生局最了解，那是他们可以负担的情况，来帮这个忙。
指挥中心提醒，台湾4个维亚国家疫情拢有变悬的趋势，建议台湾人若是无必要，先暂时莫出国。若是武汉台商第一班包机返来台湾隔离的时间会伫咧18结束，但是中早起亲身来检疫所视察，表示台商目前身心状况拢真好，嘛正在讨论解除隔离了后返去厝的交通方式。另外，针对停伫咧行滨港的泉州公主号，船点乘客隔离到19了后，到时阵台湾旅客会用包机的方式返来台湾。当然还是使用是华航那是全部的人把它送回来。那当然我们会提出我们的希望相关的一些配合。那我讲日本它在处理这边它是蛮严谨的。现在只是说怎么样来做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政府全力伫咧预防疫情扩大，嘛会继续加强边境的防疫日头，严格来把关。但市长下晡去桃园机场慰问现场执勤的工作人员，而且带保利病院甲护理志工35个人去支援第一线的检疫。但市长表示，目前中央正在制作边境入境检疫电子作业，希望未来会当小可疏解边境防疫的人工作业量。记者综合报道。嘛要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诊断的病例已经超过68000人，带评长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68462个人确诊病例，1663个人死亡。台湾并无增加的病例，共款是18例。日本的疫情嘛真严重，目前泉州公主号加上日本本土病例，总共是334例。香港有56例，新加坡72例，泰国34例，韩国28例，马来西亚是22例。欧美国家的话，美国有15例，英国是9例。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昨伫法国嘛出现头例死亡的个案，这嘛是伫菲律宾、香港、日本了后，中国境外搁再传出死亡的案例。另外，非洲国家埃及嘛出现头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伫法国的比萨边救护车出入入，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大。伫菲律宾、香港、日本了。法国15日传出第一例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病例，也是欧洲第一例。Mesdames et messieurs, j'ai été informé hier soir du décès du patient de 80 ans qui était hospitalisé à l'hôpital Bichat depuis le 25 janvier dernier et qui était atteint donc d'une infection pulmonaire par le coronavirus. Ce patient, un touriste chinois originaire de la province de Hubei, était arrivé en France le 16 janvier dernier. Il avait été hospitalisé à l'hôpital Bichat avec des mesures strictes d'isolement le 25 janvier. Son état s'était rapidement dégradé et il était depuis plusieurs jours dans un état critique, pris en charge en réanimation. 本来拢也无病例，非洲也出现第一位确诊个案。埃及的卫生部证实，掩过无公布患者的国籍，共已经通报 WHO， 也甲病人转到病院隔离治疗。继续，咱做回来关心，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中国时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伫美国时间10时正式启动，两国分别将部分商品处发生的关税调价。美国贸易代表处嘛设定为和民众投诉协议进行的情况。自由时报，高中以下学校将伫2月25开课，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台北市教育局最近发函予各校，大型集会活动卖伫室内集合办理，所以学校嘛拢取消开学典礼。上尾是联合报，中国网站求是网第10时刊一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初3发表一段甲疫情有关系对话。习近平讲，早伫今年1月初7的时，就知影乌北有武汉肺炎，也阁下令爱做好防疫的控制。受到疫情影响，全台湾各级学校延到2月25以后开学。教育部嘛宣布，已经准备645万个备用的喙安，提供予学校、甲私立幼儿园等机构使用。备用口罩的概念，总共准备了645万片。全台湾各级学校会伫咧25了小连续来开学，毋过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相关单位毋敢放令。教育部通常准备校园防疫物资，分配予学校来备用，预计开学进程第一当到位。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以至到大学我们是采取50个教职员工生来准备一盒
比如像发烧、咳嗽、身体不适，可以来紧急的来运用。教育部有准备25000支的夏温枪，84000公升的酒精。不过因为喙炎唔是逐工配送，是有需要的人使用了才来补充。这嘛，互家长团体烦恼讲，学校会造成群组感染。希望讲会当有校园的喙炎通路，而且喙炎的寸笑会当更较齐全。他每天要上课，他可能不一定口罩就够他用，所以他确实要有一个通路，专门针对学校。目前就是2到3班会有一支额温枪，朝向自备比较作为一个比较万全的准备啦。那学校也是有，如果有症状的话，我们也都是有备用在这边。不过，就伫咱台湾喙炎嘛伫无够的状况之下，桃园机场海关所发现有台商炸2000外喙炎要飞去北京。携带了2007片的口罩于托运行李中，海关当场予以查扣1757片，又在手提行李里面带了202片口罩。喙炎地做一包一包，这2000外喙炎拢是设定的台商要走去北京互员工使用的。第一届去互查到了，海关互伊留下250个下发喙炎，不过了，搁伫咧行李当中找到200外片，全部没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看乌鹰直升机伫顶个月失事，地司参谋总长沈一鸣总共8位的将士殉职。空军伫昨公布初步调查报告，乌鹰失事是因为天气、地形加人为因素。空军救护队的乌鹰直升机顶个月初日失事，造成迄当阵的参谋总长沈一鸣等总共8个将士殉职。国防部15公布初步的事实调查报告，判断因为山区的天气变化真大，乌鹰伫咧飞时阵向入去云内底，飞行员袂副救援，失事是以环境甲人为合合的因素造成。周遭的情况是不是会迅速改变到你没办法这个保持目视？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训练的重点。其实老实说，我们这个经过计算。它如果多1到2秒的时间，这架飞机不会撞山。国防部强调，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正驾驶干那6-7秒的反应时间，已经紧急掠关，避免更较严重的伤亡。而且公布对话记录，副驾驶伫咧乌鹰失事进前上尾12秒，慢2届经过正驾驶即摆的关度，不过袂赴。而且军方第一时间派搜救机，嘛因为天气无法度及时。当时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块区域可以一直保持目视，可是压在下面，他人员没办法下去。第一位就是我们第4联队救护队上校队长林家田。大过一次，调离现职，预化3月1日生效。本人发生飞安重大的事件，负全军飞安成败之责，自请惩处，记过一次。若是乌阿巴经过分析，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增加。军方已经听出包括空军上将司令、新校机等总共5个军官。未来乌鹰计划加到气象雷达，嘛会伫咧模拟机内底来入去紧急状况的应变训练，提高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2月13暗时，高雄市消防局出勤，结果发生车祸，造成严重的伤亡。检讨了，发现不幸殉职的小队长坐水上车后座并无安全带。高雄市消防局表示，已经全面检查共型的车辆，会赶紧到安全带。13暗时出勤的消防水烧车，去互动拖车弄甲变轨，造成消防人员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其中洪上分队小队长方延昌去向海出去车外口不幸来殉职。事尾检讨，失事的巨型水烧车后座无安全带。我们过去在救灾上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那这算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说，我们透过未来的亡羊补牢啊，把所有的还没有安全带的这些车厢全部再把它装上去。高雄市消防局表示，所有车辆经过监理单位的审验，照道路安全交通规则86条，后车手无规定讲一定爱下安全带。不过发现问题，就爱处理，已经联络厂商，后礼拜甲大家共型的车来加到安全带，而且嘛考虑消防人员穿装备了，敢是会当下，爱符合出勤的便利性，而且嘛尽力来互家属上大协助。因公性质的这个条件，它的审核会比较严苛一点，这是我们。当然，同仁发生这个状况，我们一定是朝最优渥的方式去处理啊。在这个伤势最严重的赖统生同仁呢，那目前在长庚医院接受治疗。那他们伤势呢是有头颅有这个骨折那么脑干有受伤，右脚有这个骨折，还有身体有多处的抽擦伤目前受伤上严重的消防员大通生分别指数6，生命现象稳定，也搁伫咧家户病房急救。若是其他3个人，嘛拢搁伫咧带医治疗，状况真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中兴大学接受雪霸国家公园委托来监测关山开火生态状况，结果2台用来监测的自动翕相机煞无去，研究团队嘛已经报警处理。雪霸国家公园内底雪山东风线的高山满山红缩时摄影，记录高山气候甲食物生长变化情形。日前，研究团队上山时发现，放伫雪东线6公里甲5.9公里的2组摄影机无去咯。其中一台相机在5.9K， 它是针对杜鹃的部分，就是针对红毛杜鹃的部分。那它是整个基座，包含那整个是被拿走。那另外一台部分，它是整个相机的那个基座，整个是被拿走。这样6年到8年的时间，相机摆在那边都没事，然后刚好今年碰到这些事情，应该不至于是被误拔。研究团队指出，按照现场研判，应该是互挑工提走的。这是因做高山生态研究头一摆拄到这款的状况，互人无多了解为什么有人要安尼做，已经报警了。教授指出，这自动相机记录雪霸公园这8年外来气候甲环境的微妙变化。植物又在对像玉山度假本相对还是比较敏感的这样子一个种类来讲，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子一个长期观测。植物的气候。物候调查，那也发现这个极端的天气会对植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外山自动翕相机近10年来伫国内被广泛运用伫个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也是科学研究。苗栗县去年10月也捌发生在石虎定出现的所在，一礼拜内有38台外山自动翕相机互偷摕去。因为这类翕相机拢有特殊机型，并无适合一般民用。偷摕人为什么安尼做，也有待警方调查。记者慈荣报道。来看到日本发生武汉肺炎社区感染，嘛出现死亡的病例。疫情中心宣布，日本的旅游建议提升到第1级的注意。2大国际航空伫2月底嘛取消袂少飞去日本的航班。公主号邮轮伫咧官方网站公布，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拄家人出发的圣世公主号取消到4月份，拄家人甲横滨出发的泉州公主号是取消到3月份。日本发生社区感染，影响游客去日本旅游的意愿。当然，旅行社取消团客已经超过1000多人。看了难免会慌啊。那目前我们这边是公司行号企业的招待团取消的比较厉害，那一般散揪的客人倒还比较好一点。团客照载客率降低，2大国际航空华航中营调整2月底去日本的航班，热门城市东京、大阪拢有减班。日本航线是2大航空重要的航线，占比超过2成5。若是去日本旅游的人数继续降低，对营运可能是真大的冲击。日本基本上它的这个所有的疫情的资讯是相当透明，而不会去隐藏，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因应它疫情的发展。来做相对的决定。那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不明传染源的一个社区感染。那日本最近有几个案例，它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追溯到明显的传染源，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些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感染的患者，说不定在他的那个社区里面就会传播病毒。感染科医师分析，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日本的警示是1级，不过社区感染的速度是真歹暗算，就惊讲有较轻的症状或者是无症状的传染伫咧社区内发生。若是真正要去日本，一定要特别注意个人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菲律宾政府昨宣布解除对台湾的旅游禁令。解禁的过程，除了有菲律宾人士到帮忙，蔡英文总统嘛感谢外交人员的拍拼。菲律宾初则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在野党呼吁蔡政府提出反制。外交部在协调中一直与菲律宾对台湾友好人士沟通。菲国内阁会议则是将有决定解除对台湾的旅行禁令。Travel restrictions imposed upon Taiwan are hereby lifted, effective immediately. 外交部对菲律宾政府的决定，我们表达肯定。蔡总统除了肯定菲国决定，也感谢第一线外交同仁的努力，为了让菲国解除禁台令，外交部进前发出撤销免签证、禁输入菲律宾劳工加反制措施。菲国媒体也报道，台湾奇美食品有400万位非籍劳工，连续写请愿批予杜特地，希望取消禁台令。离南台湾的菲律宾移工是上传影片，讲今台湾改请其他国家的移工。We, the Filipinos in southern Taiwan, are one in saying, "Please lift the ban. Taiwan is safe." 菲国禁台令颁布4天了后，将有解除。朝野立委也肯定外交人员的辛苦。
要非常感谢在第一线的驻外人员他们的辛苦跟努力了我想台湾的外交工作一向都不是这么的容易是非常艰困的蓝绿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让菲律宾这边能够做一个改变，我们是予以肯定。有外国媒体报道，海外菲律宾陆港是这摆互菲国政府让步的关键。不过，过去前政府时期，大会爆发争议时，也不用冻结菲律宾陆港手段，成效有限。高雄大学讲师洪胜辉伫面册讲，这摆委员选成功，值得好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还未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会有一个国际专家团队将要去中国，甲中国专家做伙调查武汉肺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5早起统计显示，湖北省死亡人数搁再新增加143人，中国死亡人数超过1500人。中国国务院15早起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派出217支的医疗队，总计超过25000名医护人员去武汉重灾区来支援。而湖北省以外新增加确诊病例是连续10天呈现下降情形。目前全国除湖北以外，全国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从2月3号起，800多例，近900例，下降到2月13号的300例以下，那么实现了10连降。而中国当局征收做体育馆、甲学校宿舍改建真多，饭床病院，即阵已经有9间，收容超过5000人，病床摆甲真晏真密。真侪病床中间无隔板来隔离，网友批评恐惊引发互相感染，根本就是一场赢。而中国官员是表示，饭床病院收容的拢是轻症的患者，未造成互相感染，将会加强饭床病院内底隔离，也个消毒防护等措施。方舱医院目前收治的都是确诊的轻症患者。所以，把确诊的轻症患者收治到方舱医院呢，不会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I'm glad to say that the WHO-led joint mission with China on COVID-19 is moving forward. The mission consists of 12 international and WHO experts and a similar number of national expert counterparts from China.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会有12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在这礼拜六要去中国，甲中国12名专家合作。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是安怎，也搁伫倒位去为着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锋面通过影响，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而且愈暗天气愈寒，大家要注意保暖。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第1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